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28。约书亚记1章9节安尼讲：我竟无命令你吗？你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忍，因为你无论倒落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。三甲来祈祷，时刻甲阮伫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躲闪的所在甲溃烂，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是甲阮伫地的上帝。雅各的上帝啊，你要做阮的关台，因为伫你有丰盛的慈爱，甲性命的平安。有你的同在，阮就通无惊吓自在。主啊，当黑暗甲死亡的关系逼近阮，忧愁甲苦境也不断对阮伸手的时，主啊，阮的心惊吓，阮的灵特别爽大。总是你命令阮，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忍，因为阮无论倒落去，你要甲阮伫地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伫伊面前勇敢壮大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